没木带，一张没木开张片面话。耶稣讲，你熬煮烧烤。也熬煮带，那是这根肛门把你捏塞过，耶稣这根肛门肛门把你捏塞过。耶稣讲，你熬煮烧烤，也熬煮。耶稣结婚，肛门把你捏塞过。耶稣讲你熬煮烧烤，也熬煮带。耶稣结婚，肛门把你捏塞过。耶稣讲你熬煮烧烤，也熬煮带。耶稣结婚，肛门把你捏塞过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面莫待言，还当落冷前面带着忙，啦啦啦。